跨国方面的消息，说是台中后里的消息，因为疫情影响呢，海运的成本增加。后里出名的观光花市，为了要让这个郁金香的花季会使如期的年底举行，不少重金用空运的方式，为荷兰将头一批整球运转来到台湾。最近有开花啊，园区内面有真个色彩缤纷、真水的郁金花海，搭配这欧洲式的造景，和未少游客讲，袂输是伫国外的赏花。后里有名的观光花市举办年度郁金香花季，今年嘛准备50外种的郁金香，总共30万株。缤纷的花海加上欧式的造景，都让人感觉敢若是伫国外同款。像我们拍起来的话，就是色彩的话都还蛮缤纷的，有黄色、粉红色，还有白色，还有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玫瑰红。非常漂亮，好像置身在国外，尤其现在疫情期间，能够这么近的地方就可以，好像到国外的感觉。今年因为疫情，全球介绍增加一成，海空运的成本嘛增加。为了让花季顺利举行，业者嘛开动金用空运的方式，把荷兰的头一批整球运送登来台湾。有超过50个品种花色，一般的基本色白、粉、黄，那还有双色系的重瓣的花色。今年花季估计到3月15，有兴趣的民众拢会当来遮参观。